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做官若清廉，食饭就椒盐。意思是早年做官的人，若是呢无贪念，干那看个小可薪水，就免想要过好日子。以现代官员来讲，薪水拢比一般的劳工较悬，即唔免贪污食钱，日子共款真好过。啊，若是敢贪污，对方掠去关。像这南投县前县长李兆庆，被人指控讲用这111件莫拉克防灾收件的工程，甲厂商讨红包收可比奖。2021年结案的案件都已经被判刑108档。依照生活专家的研究，朋友做的人，若是讲有人用伊5万的物件去甲做诱拐，确好做出错误的决定。使子做的人嘛，真够受到外界引诱来犯错。相信做人面对诱惑，嘛真够踏出错误的一步。今日即讲的俗语是：做官若清廉，食饭就椒盐。